大家好，我係 Jessie，歡迎收聽國際人口脈搏系列節目。今日我哋將目光轉向台灣，睇睇一個同樣面臨低生育率困境嘅地方。最近根據 BBC 中文嘅報導，喺延長女性產假呢個議題上，竟然喺台灣引發咗一場激烈嘅社會反彈。台灣女性嘅法定產假只有8週，呢個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冇調整過，遠遠落後於國際勞工組織嘅建議標準，亦都比好多亞洲國家少。近期台灣多名立委推動修法，建議將產假延長到10週至到14週不等。本來係一件好事，但就意外地引發咗社會上嘅反對聲音。反對修法嘅唔單止係資方，連婦女團體在內嘅多個組織都出嚟反對。佢哋指出，台灣現行產假制度有一個強制性嘅特點，法例規定女性勞工喺生產前後必須停止工作，享有8週產假。就算勞工同意，僱主都唔可以要求佢提前復工。呢個強制性如果進一步延長，反而會增加僱主對華人女性嘅隱形歧視，惡化女性勞工嘅職場處境，甚至會固化母職，將女性困喺家庭入邊。提出聯合聲明嘅婦女薪資基金會政策部主任就表示，強制延長產假係錯誤理解國際政策趨勢。佢哋指出，延長強制性產假會限制一啲想盡早回歸職場嘅產後婦女，因為佢哋會擔心離開職場太耐，工作被取代，影響績效，甚至改變辦公室氛圍。再加上現行產假全身係由僱主負擔，延長產假意味住僱主成本增加，可能令到女性喺面試嘅時候就遭到隱形歧視。台灣勞動部舊年曾經估算，如果產假延長4週，企業每年會增加大約29億新台幣嘅成本。不過，接受訪談嘅多位新手媽媽就表示，8週產假絕對唔夠身體完全恢復。BBC 中文引述一位35歲嘅鄭小姐分享，佢生小朋友時經歷嚴重撕裂傷，疼痛長達半年，喺呢段時間仲要照顧新生嬰兒，搞到身心俱疲，覺得自己嘅心理狀況去到人生最糟糕，佢難以想像。如果佢喺原本嘅職場，點樣喺產假結束後正常工作？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秘書長都指出，台灣嘅8週產假過短，不足以令婦女身心恢復，應該比照國際標準延長至12週至14週，以保障婦女健康同埋建立母嬰連結。喺台灣，雖然理論上如果包含育嬰假，女性喺懷孕、生產同埋產後育兒整體享有嘅有薪假期有33週，優於全球145個國家。但問題係，育嬰假需要員工自行申請，非常之受限於職場環境嘅。BBC 中文引述有位喺半導體業任職嘅林小姐就話，佢曾經喺依法提出育嬰假嘅過程中，俾主管暗示唔好請得太長，唔好成為公司先例。職場嘅潛規則同埋同事壓力，令好多女性難以安心請育嬰假。仲有一個核心問題就係男性請育嬰假嘅比例偏低。雖然台灣政府提供嘅最長2年育嬰假，雙親都可以申請，有80%薪金由政府負擔，但係津貼有上限，同好多勞工嘅實際薪資差距過大，缺乏請假誘因。就算制度好過世界上多數國家，但係到咗2024年，男性申請比例都只有27%。專家表示，台灣現行8週產假明顯不足，但係建議政府喺延長女性產假嘅同時，必須同步延長男性嘅有薪陪產假，建立雙親共同育兒嘅環境。現行修法只係討論延長女性產假，完全未提父親同伴侶角色，只會令到家庭性別分工被強化，無法達成雙養雙育兒嘅目標。好啦，今日國際人口脈搏嘅節目就講到呢度。你哋對台灣嘅產假爭議又有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，下次再見。